像当时的鸟只，飞袂行，敢讲是阮的命？故乡的山，永远拢徛你遐，阮的心才只有讲予山来听。来到故乡的海岸，景色永远拢总无变化。当初离开是为啥？你若问阮，阮心肝着疼。你若要有好时段，不免等雨夜。世间有阿母惜的囡仔，上好命。不通等成功要来这阿母大，阿母啊已经无你遐。哭出声，无人晓。我唔对，对啦，我着记一啦。迄个资本都若是叫因阿爹挂彩了后，俺就来找你这土地公来算账。我看是无迄个机会啊啦。那这钱100万吼，绝对会原谅伊后生啦。啊，你是讲对啊唔对啊？原谅伊，啊，因后生是希望讲伊赶紧死呢。啊，像即款后生敢会当原谅？这天开的敢还阁有公理啊？赵贤啦，你毋捌做过人的父母啦。假使讲你若是后生查某囝，你得体会讲做事大人哦，有无可奈何的心情啦。哎呦，哦，这颗老丸灯，搞死的，叫我多只贵。哎呦，阿爹，唔捌叫着是无？金莲啊，啊无你一分起来哦，啊无看阿爹巴肚枵到要死啊，啊唔紧传饭出阿爹食。阿爹，歹势啦，我要今日骹手较慢，食饭啦。鸡腿，哎呦，金莲啊，你啥个讨债呢？食饭搁配鸡肉，无你是安怎？你拍算要甲你当鸡腿拢食倒哟？无啦，啊这鸡肉是要阿爹食的啦。讲你讨债，你搁牵动阿爹？无采你做阿爹的新妇啦哈！阿爹的教示你拢当做妈咪当哦。今仔日哦，我若无好好甲你教示哦，我真正有影哦。好啊！今年有心地的，你是要甲泡老铁是无？无啦，阿爹，我是咧甲教示呢。今年讨债，好歹嘛是要诱惑我这个老大人。看样你啊，不时阵就想要纠缠我较早死的。阿爹，我知影我的唔对啦，听你讲一定要原谅我啦，以后我会较悔改啦吼，阿爹。恁两个若法度生一个查甫金孙互我抱，我就原谅恁。也若无啊，恁两个就甲我死死出去！阮同啊，趁阿爹咧困，好了紧的。要食你家己食啦，我搁吞下落吼。你无食，我食。嘿，你真正有在食饭下中，你拢唔知影烦恼呢？你无听阿爹咧讲，你这体啊一定要生查甫的啦，啊若无哦，到时阵就甲赶出去啦。那呢？咱是要安怎啦？一定要想办法生查甫的，要安怎？到底嘛咧讲笑亏啊！我的巴肚已经遮尔啊大呢，啊，查甫的早就注定好啊。就算讲哦去求神仙，也无法度甲咱斗相共啊。袂当改也是爱改啦，啊若无哦，咱两个真正就要出去做去食啦。哎呦，金少爷，啊你哪这么体贴，陪少奶奶来检查哦？唔是啦，三宝妹啊，我是吼有代志专工要拜托你的啦。金少爷，你哪这么客气啦？安尼我会歹势呢。啊，阮某吼连面就要死啊啦，啊，这体哦万事才拜托你啦。那这你放心啦，我一定处理甲足好势，互因母囝平安。毋若是干母囝平安哦，你得要搁甲保证生查甫才用一啦。哎呦，金少爷，你嘛莫甲我讲笑，我毋是神呢，我哪有法度通保证讲恁某一定生查甫的啦？这我无法度，我无法度。
尔。这是我真金呢，卡处理啊代志甲办成功吼，我的后车是100两黄金毛。 100两。我是之前啊，那边真闹热嘞，咱过来那边看看好吧？嗨，赵先啊，我看你安尼愈来愈爱插名啊水，啊，买膏药是有啥物通好看？哎呦，看着那有要紧啦，行啦！哎呀，行啦！我都无想要去啦。行啦！来，看，紧来紧看，慢来就减看一半。减看一半啦！今仔日阮翁仔某来到贵宝地是要来卖膏药，卖上好的膏药，现打现倒，膏药啊是现打现好。现打现好啦！啊，敢是蔡进宝的人仔某啊？对啊，哼，讲甲因人仔某实在真够想工想偷，连伊做会使讲，连伊伫咧卖膏药，啥物死人不偷钱都要赚。都对咩？大家哪有唔买呢？哎呦，你放心啦，等下这天大先啊出场吼，等我甲点落去，大家就买啊啦。啥物啊？破狗要来卖膏药？哎呦，这边哪有可能？这是一个蔡进宝，当面伫分家贵的。唔是我咧分家几个，大家来欢迎遮天大圣孙悟空。喂，我在之前啊，这是迄个破狗诶。奇怪，哪会安尼？多谢你们拍棚啊！或者这是赵信，啊，你来这行行哈？空的啊，但你行情即摆遐尼啊歹哦，啊无哪会担遮伫咧卖膏药？对啊，哎，破狗，你是毋是伫天庭犯了啥物罪，走落来到凡间拍滚卖膏药，对无？哎，啊你是咧白讲啥？我是咧做好事呢，做好事。啊，你是咧做啥物好事？煞唔知影吼，因这对翁仔某真可怜啦，因查某人要生囝吼，啊厝诶无啥物钱啦，我才跟斗3工卖药吼，加减要赚一寡啦。啥？你讲因人仔某可怜哦？讲到你这戇交哦，你又叫人仔某骗去啦？车祸啊！我叫因骗去，啊这是安怎讲？是安怎讲哟？嘿，破狗，因两阿某顶边才假做西公哦，去骗人的钱叫阮掠着啊！啊，即马佫假做王老仙要卖膏药，嘿，你哦叫人利用啊，你知无？那安尼伊唔就变仙啦？啊，到即马你才知影，你实在有够颓啦，吼！颓？那讲啊你哦，实在有够颓颓啦！啊可啊！啊家己用本大性，啊我若无甲假死就袂使。多谢哈，实在这个来啦。喂，再过来！你两阿某真超过哦，甲骗本大性推你卖膏药，你真是。好大有拍我！啊，什么啦？我无想要拍查某人。你若要拍我人吼，你若是想拍死，我大不倒哦。啊好，你若要死哦，唔惊无几人做哦。等咧，哎，空的啊！哎呦，你嘛我拜托你，空的啊！啊，当大巴肚的查某人，你敢真是讲会落去？是哦，给偷皮听，唔要再怪我。迄查某人啊，莫插伊来耍去啦！你莫眼叫条条，耍去。哎呦喂啊！哇，你这破狗，你舌头都超过呢！哼，超过就超过，超过我赢啊输，啥都有代志。喂，等来，你这唔食够哈？你来甲凡间人拍死，安尼是有罪，你知无？哼，我管你有罪也无罪，像这种歹人哦，是讲有实在讲。哦，我袂来啦！你实在我甲阿爸，你知无？你阿爸就阿爸，你闪开哦！要若无，你最好拍哦！哇，连我你嘛要拍？啊好啊，我倒面空镜，正面空镜，你甲拍看卖咧。拍就拍，我咧惊你上。我今日来比赛，我等下，系啊啦。我一拍拍。哎呀，讲的啊，啊唔能够拍你啊啦！那你等下我关苦的想法，出手一下，走啦！大爷，有要紧无？靠！日本歌你来甲拍，来啊！就地行动。哦，我有够衰去试着人的拳头，骹手较紧的啦。找好，你甲我找一块红纸来。我哋这是啦，啊，这个后面呢是点样咧创啥啊？相同办案啦。
办案也无伫公堂，伫这荒郊野外办案，敢袂感觉奇怪？这哪有啥物奇怪？我甲恁讲啦，凡是若做官做久的人啊，一当无办着案哦，规身躯哦就安尼咬起来。啊，是安怎会咬？袂过瘾啦。总讲一句哦，做官甲食鸦片共款啦，做久哦就办袂离啦。哎，什么是要办啥啊？当然嘛是办恁两个。啥物啊？凡间的人要办新名哦。这哪有啥物奇怪啦？赵信都捌去用讲过20个大板呢。这我唔相信。你唔相信嘛？等下你就知啊。来，你看。大英，这个敢会使？凊彩啦，讲有啥就用的。来啊！来，带林环。是。喂，你两个林环也管过啊？你叫你两个呢？无啦，你叫你啦。啊？你叫我？无，叫咱两个经过啦。啊？对啦，紧去啦，心息啊。行，经过啊，行。大大刁民，正个殴打本官，你该当负罪。大英啊，你莫生气吼！我唔知影讲你会向撞出来，再无注意甲你拍到，歹势啊！我唔是挑故意啦。就算讲你唔是故意要来拍本官，但是此地那是本官所管辖的，你竟然敢在此地冤假相拍，分明无将本官放在眼内，你罪加一等。包大人啊，这样要怪哦，免去怪伊啦。总讲一句要怪啊，就要怪这破狗啦。伊这高声行，讲要拍死人啦，啊伊也为着要阻止伊哦，两个人唔才拍起来，啊无注意哦，将拍到包大人你啦。哦，有这款代志。陈高山，你讲，你是不是要拍死人啊？啊是要安怎？报告啊，你正经唔知影死我呢？这位包大人是本县的县老爷呢。你甲伫伊面头前无礼貌，你唔惊讲去拖去讲卡层了？哼，叫皇大帝，我就要放在眼内。啊，你今日小小的管我，呸！大胆，你是还是无法无天？来啊，拍一拍大板。是。大人，这无办是要安怎拍？你莫遮暴汤啦！无办你无爱用刀卡。是。喂，贵儿。这两个公念头是咧叫啥？是咧叫你啊。叫我？叫我什么创啥？哎呦，不够啊！这凡间的规矩哦，你拢总唔捌啦。以后就叫你要跪在伊面头前，准备要甲你讲下声，讲一摆大板。靠啊！这唔只管我，到底我无咧，我无甲驾驶就咩使？不够啊！你也知哦，拍死凡间的人哦是有罪呢。对，小可看是好啊。好。你哪里是你创啥啦？也唔管甲抓起来。大人啊，我抓袂起来啊！是安怎你会抓袂起来？这人哦，伊敢若有邪术呢？邪术？拢是一个无路用骹手，我抓你看。这下包金头踏到地方啊啦！陈高山，跪了！啊！你叫我跪落，我再叫你爬落去咧。喂，包大人啊，你不是以后拢铁面无私，啥物代志拢以好严办？像这款人不法无天哦，你一定好好甲教死啦！啊，若无你是要安怎管百姓啊？大人啊，那安尼咱即摆是要安怎？是啊。我好地真是啦，这赛包讲吼，头壳莫会烧啦。好啦，你莫去担啊，伫弄到烧家啦。迄若搁安尼继续舞落去哦，死狗就歹收煞。免唬我啦！你这好大连续拍本官2摆啊！来，等你所有的人在你所在。等，包大人啦，煞去啦！参与这款人哦，何必就介伫咧计较咧？这人哦，头壳歹去啦。头壳歹去？真正歹去。要若无哦，伊乃将伊家己当作是西天大圣孙悟空。真是的。要若唔相信啊，你会用过甲问看卖啦。好，我过来甲问看。你是不过来给我拍笑？不是，我无拍伊，你莫激动啦。我是有代志要请教你。咱借问你吼，你到底是什么人啊？你真正是有眼无珠咧，连我都唔捌。我跟你讲，我就是当年哦，顶闹天宫，下闹地府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啦。顶闹天宫，下闹地府的孙悟空，安怎？你咧怀疑哟？要安尼，我搁问你一下，伊到底是什么人？伊是土地公啊。
是，大圣爷，方才多有冒犯，你唔通见怪啦。不要紧啦，不要紧啦。安怎？甲你讲完全无唔对啦，伊的头壳吼，确实有影歹去，佮歹甲足离经的哦。对啦，煞落要安怎？这唔太简单，就今仔日的代志哦，帮煞去啦。我想办法咯，甲伊骗落走去吼，就让大事化小事，小事甲化无事，最后莫佮舞落去，这个舞落去哦，连你的官位都无去。我看你还是紧走好。好啦，无食才拜头家，无问题啦。我先来去，紧走。来得。圆满着，欢喜着，欢喜就好啦。我哋这是啦，你拄只安尼亲手厝，还是咧讲啥啦？哪有讲啥的啦？就带进步人啊某啊，乖你出来卖膏药的代志啊，我即摆拜托这官官，赶紧掠起来严办。真实的哦。若唔信，你问赵信啊。赵信啊，是真实的哦。对，你还是赶紧等去天庭，较免伫遮是非啦。无咯，我都还没升过嘅呢，没来才登去嘅。对啦，我哋这是啦。你拄只甲伊管管哦，安尼比哦，是什么意思啦？赵信啊，你无言无语是咧笑啥？你咧起笑笑？你才咧起笑？赵信啊，你讲这话是什么意思嘞？什么意思？你头拄伫遮咧黑白闹，迄个管我当作你咧起笑，你知无？啥话啊？当作我咧起笑？靠这种代志？若无你真正当作讲迄个包金头，伊真正相信讲你是为天顶来遮天大圣孙悟空哟。我本来就遮天大圣孙悟空啊！这个啥我唔相信的呢？但你嘛较拜托的，凡间人啥物人相信讲哦，你是天顶的神仙呐？这包金头根本就当作讲哦，你是一个笑的，才会放你走，知无？靠啊！当作本来是笑的，我还揣算笑。空啊！你听我讲一下啦，你若凡间的人知影讲你是真正的孙悟空啊，也你做神的人，搁来欺负凡间的百姓，安尼凡间的百姓以后要来尊重你啦，安尼你的行为哦，以后你就攞出去啊。空的啊，你的个性我要小可改一下，要若无以后吃亏的人哦，也是你啦。哎呀，你当一个大圣爷啊，叫人骗去卖膏药是无大紧啦，所以佫叫人当作是笑的，佫假装讲人咧惊伊啦。这件代志若是叫天庭知影，一定叫人笑到老下海。好啦，你莫搁这么甲笑啦，今日算我闹亏啦，以后哦，咱落头落尾哦，小拄会掉啦。哼！你看，讲啊，这只破狗哦，一个见笑转受气哦，全选你啦。我就真是啦，是你较厉害啦，三两句话哦，唔若将迄包金头扛到公西哦，佫将迄破狗哦起到我面全倒火啦，厉害！安妹，你爱行好呢。行。蛋姐，哟吼，你嘛来吃啊？哎呦，变成那西公，变成那西公吧？你哪来小气我？哎呦，真少奶奶，你讲话唔通遐歹听啊！我讲话啥个歹听啊？你本来就是变神哦。变成变是安怎？看呀，你阿某不好啦，安怎臭名万世啦？唉，讲啊，这个查某人实在是有够无聊，连咱呢做才调通去冤。我就记住啦，因即马来了拄啊好啦。迄七百万讲哦，因媳妇若是生查某的，就要将伊翁仔某赶出去。你甲看，伊这体哦是生查某还是生查某的？哦，阿哥你大巴肚，都怕咱敢甲你动呀？你若大巴肚，阮某敢会大输你啊？那为我看起来，蔡进宝因某巴肚内的囡仔是查甫的，也若是个钱奶奶的巴肚内的囡仔是查某。阿母，若想计较，计强。好啊，来讲，来讲，娘好，抢了抢，看你像两下。我要抢输你哦！两个小胖，把输你抢了。大身大命拢大巴肚，啊！但命你弄来弄去，弄唔惊弄个老体。我巴肚疼啊！你巴肚疼啊？我巴肚疼啊！我巴肚疼啊！师傅，我要死了！你要死啊！我要死了！你要死啊！
下死下贱，爱到这么大声的。哎呀，三宝呀，你还袂走吼？哎呀，进宝啊，减肥哦。你家己好气啦。对啦对啦，多谢你，多谢你啊！安尼歹势啦。这应该啦。哎呀，进宝啊，你骹手阁好哦，连米糜加煮好啊啦。哎呦，还阁芳讲讲哦。来，你先食。安尼较好势。来，食。三宝呀，三宝呀，真少爷，啊你哪知影我伫遮？我就走去恁兜啦，恁厝的人讲你伫遮啦，听咧，我无你要死啊啦。我哋进行啦，我哋进行啦。造型啊！啊，你去调查了到底是安怎啦？爱带进宝因某生囝上顺利啊无？有啦，真是去互你摇着呢，生查甫，而且母仔囝平安啊。真是哦，那安尼哦，我就安心啊啦。我哋进行啦。啊，人咧生囝，你也毋是因翁，啊，你是咧烦恼啥？因这两对翁仔某哦，伫我迄个庙口的门骹口啊，两个安尼踮遐伫咧冤家啦。迄万不哩哦，若讲伊动着胎气哦，时间哦，遐冤间的信徒哦，大家拢嘛怪你我遮来，讲我这做土地公的人哦，乃拢无伫咧共保庇。既然讲即马人母仔囝已经平安啦，你毋着平安放心啊？啊，这是当然啦，母仔囝平安哦，当然我嘛安心。这歹势啦！你是咧创啥货啊？无啦，我想三宝呀，较紧，较紧的。进来啦！三宝来啊啦！我先甲看看。生啦！这互我来处理倒，你紧去听烧水。三宝呀，我某是查某呀。是查某的啦。三宝呀，我某明是查某的啦，拜托你紧想一个办法的啦。这我哪有法度啦？三宝啊，来啦！今天我想办法最先互你啦，啊若找着哦，我靠你100两黄金啊！三宝呀，你哦一定要简单下手啦。好啦，我甲你想办法啦。你是安怎啦？一日头哭到就要破去。毋是啦，咱囝哦，毋知要号做什么名？阿基啊，你管咱囝要叫什么名？啊，你叫进宝的，咱的囝当然就叫做大宝啊。有通哦。以后哦，你若搁生哦，就叫2宝、3宝、4宝，一直甲宝落去。哇，啊你哦，咱家马上规间全是宝。赞！紧食。你爱食嘞？进宝啊，阿基啊，三宝呀，你毋是去甲真少咱那做啥？你哪来啦？就安尼啦。我吼拄则甲恁囝转载的时阵吼，敢若转了无啥好势啦。我专工吼要过来甲顺一个啦。安尼哦，安尼我即摆抱吼。毋免啦，迄囡仔吼抱出来遮，衫安尼显贵，等人去互看着，我入来内面甲看就好啊啦。等，无我对你入来啦哈。毋免啦，你吼紧加食寡，身体保护好较要紧啦。我家己入来就好啦。吃。进宝啊，哎咯，我都奇怪呢，三宝我要今仔怪怪呢。敢有？对啊，那三宝转载，哪有人咧转2届？啊，你无听讲，伊是来巡一个尔。钱偌啦，你加食歌，有食有补啊。来啦，我加大块，你食就好啦。好啦，我三宝呀，安怎？啊，阮囝转载转了好势无？有啊，转到偌好势咧。真的，我来看嘛者吼。毋免啦，伊即摆吼足好困的，困到外路面的，你毋好去甲吵。人讲吼，囡仔大爱互困，愈困吼愈熬大。进宝啊，有听到无？迄人三宝讲，迄囡仔莫定抱，啊无以后会歹摇饲。对啦，恁人定定甲抱，人讲吼爱愈困愈好饲。啊，当无代志啊，我要转来啊。好，行。
三宝血啊，你带这是什么物件啦？这哦，啊，这个我咧共灯仔家私啦。三宝花啊，我生的时阵你哪无赶这卡？嘿，啊，都吼，就是因为我袂记你赶吼，啊，唔只会赶紧赶来甲顺一个。好代志是啦，我去庙里找你找无，原来你伫遮哪里啊？少年诶，我毋是遮咧纳凉啦，我是伫咧练气啦。小等下哦，我着要练法术啦。哎呦，你已经遐尼老，搁练遐尼济法术，是要创啥啦？啊，咱是好朋友啦。我老实甲你讲也无要紧。我安尼做福德正神哦，做遐尼啊久啊，替百姓也出真侪人。我上介遗憾哦，就是毋捌升官啊。原来你甲凡间的人同款，拢想要做大官啊？我是无想讲要做大官的野心啦，是讲若有机会甲我升一下啊，我是也袂去气嫌伊啦。赵信啊，打你后亲目睭看到啦，阮的老差伯哦，卡袂着着安尼起家动手，我一个耳仔棍哦，用要踹断。这甲升官有啥物关系啊？哎呦，那会无关系啦。我若升起来做大官，伊就升起来做夫人。要做夫人哦，伊的风度甲气质哦，就较高贵啦。自然哦，就袂对我安尼乱来啦。讲起来嘛是有理吼。对了，你今仔日要练倒一部法术，敢会当教我？哦，你也孝顺想要升官哦？哎呦，唔是啦，你唔是叫我不是爱练法术，对不？对啊。啊，好啦，过去哦，我教你一部心想事成。哦，心想事成是啥物意思啊？意思就讲你若要变啥物，就当变啥物出来。注意看，先对丹田吐一口气。哦，先为丹田吐一口气哦。变石头，赵信啊，我这部法术你感觉安怎？袂歹啦，不过吼变石头电骨壳，规身躯安尼袂顶袂动吼，足艰苦的呢。拜托，紧甲我变倒转来啦。好啦，我会甲你变倒转来，也毋过啊，你会负责答应送我一罐好酒哦。好啦，你莫啰嗦，紧变啦。好啦，免着急啦，少年人啊，遐尼啊无耐性。等下了啊，无敢会是变做石头公，安尼袂顶袂动。赵信啊，赵信，食落来，安尼变做一颗死人啦。我看哦，也是甲你变做话母比较较好。甲你变做红金。赵信啊，可惜这只红金是你变的，也若无哦，我就甲你掠倒转去吹来配烧酒，这个滋味哦，唔知要偌好咧。赵信啊，来啊，赵信啊，紧放啊！我跳赵信赵信啊，人咧讲哦，真正好心莫累金的啊！我捡到菜掉，你甲我夹断去。谁人叫你孝顺了，我去配酒。切！哎呦，我是教你伫咧讲笑啦。你哪有当人我甲变倒转来？你拄则毋是教我心想事成，我想要变转来就变转来啊！我赵信，你是咧起笑呀？后人对我笑迄款型的。变秘鲁。哎呦！我着真是啦，你即马已经变秘鲁啊，你毋着爱较有笑声，较妖娇咧，安尼毋才有型。赵信，你惊人到呢？好，得真是啦！拜托，莫起脚动手啦，安尼歹看啦，吼！规气安尼啦，你跳一寡舞互我看，安尼好无？啊？哎呦！
我看过好多姐姐跳舞啦，我听到嗨哦。啊，你是咧爱啥？哎呦，我有人准备等你，紧甲我变转来啦。好啦好啦。哎呦哎呦，你实在是有够夭寿咧！我得进行啦，我就头拄看你跳舞，安尼跳得足爽快，那忽然间目头过几弯啦啊！赵神啊，你实在是有够夭寿呢！我是老岁仔人，你叫我担仔摇担仔扭，你唔惊我摇了骨头走精去哦？歹势啦，若要转去庙诶，我摕药水甲你推，安尼就好啊啦啊！好啦，哎，赵神啊，迄唔是三宝会啊？对啊，好得进行啦，我表情遐尼紧张，手搁刮一个物件，啊是毋是有做啥物歹代志啊？关董啊！内底是咧创啥物话？哪遐尔久啊？紧爱较大声咧！关董啊，你紧出来啦！来啊啦！阿爹，啥物代志啊？关董啊，啊是生啊未啦？哪会生遮久？也未啦。哎呦，啊今年啊，咱生一个囡仔，遮尔啊含慢。三宝会啊！啊你哪会对外口入来？你毋是一房间仔底等咧等查的？我就安尼啦，恁新妇吼懒散啦，我转去厝的吼，摕家私要来甲斗骹手啦。对啦，阿爹，就今日来散啦，迄三宝尾吼，等去摕家私，要来斗骹手啦。安尼赶紧入去。等者，三宝花啊，今年啊懒散，算你较歹运哦。你到时阵袂使加甲我收钱哦，知无？哎呦，元月啊，我才无稀罕你几文钱啦。哪有红姨仔咧哭啊？恁新妇吼伫房间内底生啊啦，我爱紧出来去。抱来啊！是不是三宝会啊？来，恁陪看卖。关董啊，这是三宝会啦！三宝会啊！哎呦，谢地哦！我吼拼恁这拖吼，拼到心脏险疼的。三宝会啊！这摆吼，多谢你啦，实在是吼，足多谢你的啦。志少爷，等你交代的代志吼，我拢甲你办好势啊。你答应我的代志，是毋通到我顶担呢？有啦，你放心啦。三宝啊，这吼是100两黄金，你摕去。毋过这件代志吼，你要保守秘密咯，千万袂互任何人知影哦。那这你放心啦，这件代志吼，我比你搁较惊人知咧啦。生查某的，着扣角咯。老爷，恭喜你哦！恁新妇吼，甲你生一个查甫的金孙哦。生查甫的，那是有影无影？啊无，你家己看卖咧啊！阿爹，真实的啦，生查甫的啦。有影是查甫的呢。我一直要讲吼，伊会生查某的啦。哇，真好真好。哎呦，老爷，看巴肚吼袂准啦，都爱生出来吼，才会知影输赢啦。对，看巴肚有影袂准。吼，当无我的代志啊，无我要来转来嘿。等一下啦。啥物代志啦？明仔载吼，我叫阮婉童啊，摕3分钱，甲你做谢礼啦，吼。哈，3分钱就搁等到明仔载哦。免啦。应该的啦。对啦，应该啦，你就免客气啊啦哈。若安尼吼，我就较贪财啊吼，我要来转来嘿。
古水真古水，真正哦。行好呢。好啦，到啊，好来，坐好，坐好啊。阿母，为今仔开始吼，你食饱困，困饱食，专心做袂来，厝内所有代志吼，拢我一手来做倒，你拢毋免做。你会伤忝啦。袂啦，你忝啥？敢会比讲咱咧吼进前个世界趁钱咧走总，比迄较忝哟。真无，会当嫁互你吼，真是我最大的福气。妹仔啦，我会当娶到你这个后吼，啊，佮替我生后嗣吼，真正是我的福气。你创啥啦？拄则三宝我才讲过，你阁袂记哩？你嘛知影，我若无抱好，心肝头都会喵喵的。宝贝哩，来，哎呦，奇怪，哪安尼啊？安怎啦？阿母诶，我感觉吼，咱的大宝吼，敢若有变呢，比头拄吼安尼较肥咧。你咧讲酸笑哦，啊，毋管吼，啊，哪会一下就变较肥？真是的啦，我抱感觉吼，敢若比头拄吼较重呢。莫啊神经啦，来我甲换着钱。免，我来换就好。哎呦，你袂晓啦。会啦，来，你遮坐吼，我来换就好啦。阿宝诶，来，来，替你换就对。阿基啊，你是来要甲我骗哈？甲你骗？我哪有甲你骗啊？你生查某就讲生查某，你为啥要骗我生查甫啦？我本来就生查甫的啊。你也讲你生查甫？无你讲我这把目睭是青梅哦，我查甫我分袂清楚呀。你生起笑是毋？你在咧起笑啦？人总是着你看嘛咧。本来就是。那安尼？阿基啊。我也无勉强讲你弟着爱生查甫的，对，咱这体若生无，后体搁拼就好。你何必来骗我？你若是唔相信哦，你会当去问三宝花啊。我生时阵，伊嘛是甲你讲我生查甫的啊，伊总袂骗你吧？对吼，当时三宝花啊，确实嘛甲讲你是生查甫的。你若遐尼讲啦，佮想无，咱的囝吼一定是去红头湾去啦。啊，咱的囝咧吼，自出世到这阵，也无离开咱的身躯边，也无离开这间厝，哪可能去红头湾去啦？一定是三宝花偷我去的啦。当你是讲对啊，讲唔对哈？我偷换恁的囝。是啊，阮某生明明是查甫，为什么变查某？人毋是你甲偷的去哦，什么人甲偷我去啊？新宝啊！啊，无等你两阿某即摆是咧含糊哦。恁某吼本来就是生查某的啦，你又袂讲，我生的时阵你偏偏甲我讲是查甫的啊！哎呦，阿基啊，你可能吼是拄啊生完吼，精神无好，听唔到啦。就算讲哦，阮某去听唔到，我总无可能嘛去听唔到啊！是你嘛甲我讲生查甫的啊？金宝啊，我当时甲你讲恁某生查甫的哈。有啊，你讲恭喜哦，母囝平安啊！对啊，我有讲母囝平安无唔对啊。查甫的嘛囝，查某的嘛是囝啊，这无代表讲吼，恁某就是生查甫的啊。规定无可能啊，我无可能听唔到啦。我生的时阵吼，你就甲我讲是查甫的。三宝花啊，我拜托你好无？你紧将我的囝还我，我拜托你啦。哎呦，阿基啊，你拄啊生完尔，莫安尼啦。三宝花啊，别人的爸母袂疼别人的囝，我求你。紧将我的囝还我好无？哎呦，阿基啊，你真正听唔到伊啦！我吼真正无偷换你的囝啦！你还搁甲讲无？就算讲吼，阮臭伊人，我目睭吼嘛无可能青梅啦。这个囡仔吼根本就毋是阮某生迄个嘛。好啦，唔免小济啦，小济无路用啦。啊，无咱来去土地公庙吼，问土地公啦。好啊，要问就问啊，我敢要惊你哦，惊啦！
食啦哈，拢毋免搁烧济啦。人讲吼，这土地公伯的杯上准啦，咱即摆来问伊就知影啦。好啊，问就问啊。互人玩弄的是我，应该我播才对啊。好，你播，赶快播。安尼敢好？免惊啦，这小的土地公伯啊吼，今年会保庇咱啦，无问题啦。土地公伯啊，这进宝啊，因翁仔某吼，讲玩弄我甲因偷换囝啦。啊吼，假使我若真正无安尼做吼，你着印我三个圣杯，头吼洗清我的冤枉。安尼一个圣杯啊，恁有看到吼？安尼两杯拢圣杯有看到吼？我都死定啦！我想飞啦！安尼你有看吼？三杯拢圣杯啦，土地公伯啊吼，拢会当证明讲我是清白的啦。安尼恁就无话通讲啊吼！哼，戴良讲吼，恁翁仔某吼想要生下生想到要起笑啦。即摆吼，我就原谅恁啦。后摆吼，毋通搁安尼后白冤枉人啦。土地公伯都安尼讲哦，是毋是咱两个困唔着呀？免哪有可能的？啊，我袂当。喂，土地公伯啊，你到底是有洗目睭啊，无洗目睭啦？哎呦，恁安尼无大无小，生命都安尼黑白长。先生啊，你是为倒变出来啦？啊，我哪有啥物变出来啦？我是一个调只伫咧拄久，恁安尼大细声安尼转倒转去，甲我吵起来，我毋才出来看到底是安怎。先生，我知影吼，你毋是真正土地公啦，但是我敢若知影你的一种什么叫禅师法。拜托吼，看你当将我这婴仔吼，甲变做查甫，好唔好？将迄婴仔变做查甫的？对。你扯乱来，迄查甫就查甫，查某就查某，迄免人迄黑白变。拜托的啦。哎呦，进宝啊，你是头壳歹记性，啊，就算阮甲变做查甫的，嘛毋是我的亲生后生阿婆。安尼哦，是变怎啦？啊无吼，规气我管你去找迄个三宝花啊啦。啊，卖啦！啊，拄则伊就已经伫遮跋杯啊，土地公伯啊嘛证明伊是清白啊，你即摆有啥物理由去找人啦？哪有啊？我当时证明三宝花是清白的。阮毋是咧讲你啦，阮吼是咧讲，迄世人毋是土地公啦。土地公伯啊，我求你替我做主好无？哪会安尼？是啊，伊土地公吼袂甲咱保庇啦，莫甲求我啦，来起来啦！无，新宝啊，土地公伯啊吼，伊互做有理想，起来，你跟跪来甲拜，叫伊替咱做主啦，紧来啦，紧来啦！是啊，莫搁干嘛啦？对无？土地公伯啊，已经替三宝爷做主啊吼，伊根本无可能甲咱斗相共啦！啊，起来啦！起来啦！你这个毋是土地公，毋是大宝，明明是叫三宝花来甲咱偷我去的。你既然安尼吼，因为三个是杯，证明你是天命，你真个做什么我无信啦！你真个做什么我无信啦！你这个毋是土地公哦，你食肥肥吊腿腿。我今日若无将你的金身哦，甲你迄个放水牢吼，我只要不。等一下啦！哎呦呀，少年的啊，少年的啊，拜托的啦，迄是新民啦，迄安金身的，迄袂咧黑白颠倒的啦。先生，无你代志哦，你敢莫管因个代志哦，你若要管哦，你别通就拍他来。少年的啊，这我袂咧无管啦，迄是新民的，你莫白来啦，来，你哪代志啊？落来啦，你莫白落来啦。哎呦喂！卖笑啊啦，你通好笑啦。叫你卖笑，你是无听到哟啦。拜托你莫讲讲啊！你讲讲啊，我就叫要自杀袂了，好不好？想要靠讲哦，好笑哦，比靠讲较艰苦啊。讲到你这款人哦。
无知讲咱两个是好朋友呢，啊，我去用拍去，你还阁笑会出来？啥人甲你拍？啥人遐好大胆啊？啊，就迄个蔡进宝啦，啊，伊毋若敢拍我尔呢，连我迄个土地公庙，迄个神明阁啊摆一寡水果，嘛甲我弄甲东倒西歪。啊！迄个蔡进宝大闹土地公庙，哪安尼啊？这讲起来话头重啦，我吼规矩用比会较紧啦，啊就。好地之前啊，若是安尼讲起来，就是你的唔对啊呢。你哪会当清清彩彩就印迄个三宝花啊三个神杯啊？我哪有印你三杯啊？迄是迄个三宝花啊，唔知去行着什么高赛运，啊，都自死哦，互连连跋迄三杯啦。所以哦，蔡金宝伊才会当作讲哦，我是咧听迄三宝花啊，唔才唔愿。唔甘愿嘛，袂当讲掂出去啊！吼，这实在有够苦。无要紧，我替你找伊算账啊！等下，走先啦，走先。免，你哦后面遐尔啊冲动啦，这哦也袂完全哦拢怪迄个蔡金宝啦。我看哦，即摆上重要哦，是赶紧将迄个囡仔哦甲找回来，太要紧。我地之前啊，安怎啦？找有啊，找无啦？无呢，啊你呢？你嘛咧废话，啊，敢若有我哪就问你。哟，啊无即摆是安怎？那安尼就惨啊啦！即摆若有知影即件代志哦，无人会来我庙进香啦。啊，我若想要食香火哦，就老实啦啦。哟，好地之前啊，你放心啦。啊，这件代志哦，只有你知我知，咱两个若无讲出去，坊间信徒嘛唔知影。歹势哦，还讲我知啦。外空的啊，啊，等你就等于天庭啊，你过来还间创啥？我是来看你闹开的啊。土地公庙互转倒吼，啊，这件代志互知影吼，一定用笑到喙齿拉到几涂口。这，你哪知这件代志？我们也唔知影，我唔若知影蔡进宝因翁仔某去甲你转倒，我嘛知影什么原因甲你转倒的。啥呀？连这原因你也知影？哼，我头摆相信你遐尼啊厉害，要若无，你讲出来听看卖，看人仔某到底是啥物原因来甲我转倒？为着你哦，因三宝花啊三寿杯，对无？哈？连播三寿杯你也知影？哦，安尼我知啦。你顶个拍一样，我没有搞对哦。哎，我才无食百姓营，无聊咧。无，无遮奇怪啦。三个神杯的代志，参好地之前伊拢唔知影。卡村含是你暗中咧避鬼，嘿，你哪会知影甲遐尼清楚？这哦叫做报应。啊，我本来想讲哦，要灌烧酒，互我家己啉一杯啊。啊，想袂到去土地公庙找恁哦，找无啦。啊，煞去拄着三宝花啊，甲蔡进宝因翁仔某伫你个庙内咧酒抓啦。哦，若是安尼讲起来，是你利用好地之前无伫的时阵，暗中印三宝花啊，三个神杯对无？我才袂遮尔卑鄙咧，迄是好地正神哦，家己行衰运啦。这个自死哦，互三宝花挂着三个神杯啦。后遐尔啊自私的代志，连播三杯拢做是神杯，我知啦，这哦绝对哦是你伫咧甲我变鬼的啦。哎，你现在袂讲啥？是三宝花家己变鬼的，跟我什么关系？哦，原来是三宝遐伫咧变鬼啊！哎，啊伊是安怎变鬼的？我跟你讲，啊，莫安尼啦，大家拢过是好朋友啦，啊你紧甲我讲啦，这人情哦，我永远会甲你记咧，连讲哦有机会，我绝对会好好来报答你啦吼，大圣爷啊！你怎么叫我啥？大圣爷啊！哦，大圣爷哦！哎，好得正神啊！啊，你嘛真现身呢！啊，无代志的时阵就叫我扑狗，啊，无就叫我空的。啊，即摆有代志你救我，你就叫我大圣爷。无啦，我会叫你安尼哦，是比较较亲切啦。哦，较亲切哦。啊，你即摆有代志要救我，是咱要叫较亲切一个。这即摆毋是重要啦，重要是赶紧讲三宝花的代志啦。我偏偏无爱来讲啦，无你着急啦，无你杀不了我门啦。破狗啊，你莫伤嚣摆哦。你若唔讲哦，就准拄煞啦，阮则无你稀罕啦。无稀罕上哦。哎，好地正神啊，咱莫出这破狗啦，看伊哦，要嚣要互谁人看？我赵信啊，你唔着甲伊参详一下啊？哎，好地正神啊，伊拢无咧烦恼，你是咧烦恼啥？行啦，行啦。哦，对哦，啊，伊都无咧烦恼，当然是咧烦恼啥？行，规矩爱烦恼借口咧。行啦，行啦。我爱烦恼，我谁人爱烦恼咧？哎，好地正神啊，赵信啊，哎，小等下啦。哎，赵信啊，啊，你拄则讲迄话是啥物意思啦？